既然有一日深夜，記下見過一張金燦燦、殘過你暈咗喺度嘅1000蚊紙，你會唔會執？梗係執啦！哎呀，我 M 記食餐飽咯。咁奇怪嘅，搞開嚟睇下先。哇，咩嚟㗎？好核突啊！嗯，係啦，咁各位聽眾，如果你哋發現地下有張紙行下街喎，哎呀，我發覺喎，千祈唔好執啊！你又細思極恐啊，執咗嚇你一驚，睇過個嚇你一驚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 U 有日記頻道啊。你發現一張金燦燦嘅銀紙，你哋相信都會執喎可？但係如果睇完呢段片之後呢，相信都會改變到你嘅答案啊。而家講下呢一件事嘅背景先。好啦，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呢件事係點㗎？咁個背景係發生喺4月18號，堅尼地城。堅尼地城喺中西區嘅。嗱，咁其實嗰位聽眾都可能收工咧，揾啲嘢去宣泄自己嘅工作壓力啦。咁例如健身啊，又或者係打機啊，或者係跑步咁啦。有一位街坊，佢夜晚咧就選擇咗跑步啦。就係跑下跑下，哇！地下咧見到地下有一張殘掹掹嘅嘢嘅，係咩嚟㗎？好奇睇下先。於是乎攞個手機啊，鏡筒照一照，哇！殘眼都隻眼都即係暈陀陀啦。係咪錢嚟㗎？再上前望真機先，哇！天降橫財啦，係一張實打實嘅1000蚊港紙啦，哇！金牛嚟㗎喎。於是乎佢就再打開一睇，哇！我彩嚼鬼個香口膠嚟嘅。係啦，你冇聽錯啦。有人如是者用一張1000蚊嘅鈔票，係包住一個嚼過嘅香口膠，就咁樣掉咗喺某個堅尼地城嘅一個街頭啦。咁執到呢一張錢嘅樓主呢，即刻喺個 Face 呢就發文啦，就附上呢一張照片。咁問下大家啦，其實講稿嘅人係咪真係有錢到將1000蚊紙當垃圾紙呢？係啦，咁同大家講講堅尼地城，我哋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咩地方啦。咁就係香港島最西端，咁係一啲高尚嘅住宅林立嘅地方嚟嘅。嗰度都出名係地方樓價貴噶啦。咁全球嘅樓價數一數二，頭幾位噶啦。咁居民購買力梗係會特別高噶啦。咁嗰度嘅係專業人士啦，又或者係高收入人士啦。所以先有一個叫堅尼地城啦，真係貧窮限制想像嘅一個地方啦。咁件事呢，就發生喺某一個小路。咁呢個小路呢，其實我上網睇都唔知道邊一個位置嘅，就知道樓主喺某一個位係執咗張1000蚊紙啫。嗱，咁佢夜晚跑嘅時候呢，見到地下有一張殘掹掹嘅嘢喎，開頭都以為係廢紙嚟嘅喎，咁啊，梗係上前一睇，哇，真係1000蚊紙嚟嘅喎。佢呢，當時呢形容自己係忍痛執起啦，心情呢七上八落啦，非常矛盾啦。執咗可能食大餐啦。嗰晚真係頂住搞瞓唔着覺啦。另一方面執咗個真係驚過你驚啦。於是乎拍完照再放翻落地就咁算啦。可能大家就會問啦，哇，點解要放翻落地啊？哇，有錢唔執啊，傻仔咩？其實呢個問題呢，我嘅一陣先講嘅，咁係牽涉嗰啲法律層面嘅，因為而家呢，同大家分析更加緊要嘅嘢。咁其實即係1000蚊嗰個人係點嘅呢？咁放1000蚊嗰個，究竟佢係點解要放呢？而家分析下個理論先。
接落嚟啦，就同大家逐一分析網民提出嘅理論先啦。咁呢一件事呢，我哋呢從5個層面去分析嘅，由最合理去到最細思極恐。咁大家聽完之後決定去信邊一個啦。第一個理論，我相信咁多位網民都會認為佢係咪飲醉咗咋？可能條友夜黑黑就飲醉咗酒，飲醉咗酒啦，咁就將個壓力呢就宣泄咁垃圾啦。將1000蚊紙呢就同紙巾混淆咗，最隨手呢就叫張香口膠啦。咁我認為呢一個解釋係最正常嘅，而且都唔係話好得人驚嘅。有網民話佢應該喺褲袋裏邊啊，咁啱有張1000蚊，又或者係紙巾喎。咁可能攞下就攞咗張1000蚊紙，就夾香口膠咯。嗰時佢就不省人事，醉酒意外啦。係第二個理論啦，有好多網民都同我一樣有一個諗法啦。真係有錢個貧窮限制想像啦。有啲人就話對方真係有錢到呢，真係唔在乎啊。紙巾真係貧窮人士用㗎咋。1000蚊嚟講，對佢嚟講真係蝕牙啦，都唔夠啊，唔係一個大數目。所以就係堅尼記城啦。咁呢一個名都係令到網民呢更加深入民心啦。有啲人呢就計精嗰條數就話啦，香港年嘅垃圾就3000蚊，用1000蚊包住，仲慳咗2000蚊添。呢一個邏輯，我聽完之後都唔知係咪好嬲好笑啦。真有錢人啦。第三個理論啦，係咪社會實驗嚟㗎？係咪流量博流量㗎？有啲人就質疑啦。望下附近有冇 CCTV 先啊，睇下有冇人喺附近啊，都唔知係咪有人裝彈弓㗎。咁係啊，呢一個年代都唔排除呢有人呢就 set 嗰個再影相，然後再博流量㗎。咁做社會實驗啊嘛。咁其實呢一件事我覺得都好正常。第四個理論，碰瓷講陷阱，跟住有啲人就覺得呢件事就好唔對路啦。有啲人提醒啦，最得人驚係嗰啲碰瓷嗰啲垃圾啊。即係有人呢故意將舊嘢呢放咗落地下，咁就 set 個陷阱，等你執嘅時候呢，佢出嚟呢就話屈佢啦，扣你錢啦。呢一個情況呢就真實發生喺香港嘅，所以唔係就係大陸啦。呢個都唔少嘅，大家都要小心。第5個理論啦，咁啲人呢就有個細思極恐嘅諗法，係咪借運啊，或者係降頭啦？有網民話冇執啊，聽講有啲人執咗啊，身體越嚟越差啊，後來先知道俾人借咗運啊，做咗好多嘢先搞得翻啊。有啲人就親身分享啦，試過執過5嚿啊，5嚿啊，都唔夠睇嗰個結膜炎啊。有啲人直接講啦，喂，降頭借運，哇，嗰啲啊真係啊，你唔好執啊，邊度搞隨街橋㗎？係啦，咁其實借運降頭喺東南亞，尤其是泰國添，係好常見嘅事，佢都有一定流傳嘅玄學。就係將厄運呢病氣呢轉咗喺人嘅度，等人執咗之後呢，就成功呢轉嫁咗啲衰嘢呢，就喺對方手上，自己做契死鬼啦。所以千祈唔好執啊！好啦，咁而家同大家講翻法律層面嘅問題先。咁執錢呢要注意啲咩法律問題呢？第一，亂拋垃圾，隨咁樣將1000蚊呢就包香口膠掉落街呢，係違反咗競額罰款條例，罰3000蚊。第二，整污糟張鈔票，因為張鈔票呢始終都唔係你擁有權嚟嘅。咁其實張鈔票係屬於發鈔銀行嘅，你用佢嚟包香口膠，又或者係當冥幣咁燒毀咗佢，又或者喺張鈔票寫告此一遊，都係犯法㗎，最高刑罰係罰10年。第三，執嗰個人都要小心啦。根據香港嘅盜竊罪條例，執嗰筆錢你又實為不報，其實呢就已經係盜竊㗎啦，最高監禁10年。所以我覺得網民係唔應該貪心啦，第一時間將嗰
嗰筆錢呢係去警署報告，攞3個月冇人認領，你先至去合法收取一筆天降橫財啊！咁呢，講翻我嘅啟發先，我覺得其實係咪意外呢？條友一定係飲醉酒㗎啦，因為夜晚街燈又唔係話好亮，又或者有啲地方係冇街燈添，咁夜黑黑攞錯都唔出奇嘅。但係你哋又會點樣諗一件事呢？嗱，我覺得最值得留意嘅係冇問題過即係轉衰運呢樣嘢啊。雖然我同埋好多人都係唔係好相信玄學，但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啊！就唔好喺街度執啲陌生人嘅嘢。咁始終呢一筆錢唔係你嘅，就唔好執啦，係有風險㗎。唔單止係牽涉過一個法律層面㗎，執咗係咪心安理得呢？俾我都唔會執啦。好啦，結尾之前，我哋同大家討論一下先。如果你喺街度見到1000蚊紙，你會點做呢？第一時間執走？但係執走咗之後點算啊？去報差館？抑或係，唉唔理啦，放返地下直接走就算啦。唉，不知者不罪啊！唉，扮唔知算啦。咁如果有留言嘅嘢，係歡迎去留言一下啦。話俾我哋知A、B 定係 C 啦。仲有啊，如果你身邊有人遇過呢啲咁奇怪嘅嘢，又或者相信轉衰運呢一樣嘢，喂，都歡迎同大家分享下啦。今集 U 有日記就嚟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去耐心收睇。如果咧你哋覺得呢段片係幾好睇嘅，歡迎 follow 我哋嘅頻道，又或者 Discord 或者 Instagram，就唔好錯過我哋下一集嘅內容啊。係啦，咁段片呢就嚟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支持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